欢迎收看《台湾新闻台》，我是阿明张伟民。咱看到台语的实践啊，咱看到真侪方面的落实啦吼。有其中一种就是咱讲台文字的这个书写，尤其讲吼，政府你就莫歹带头啦吼。咱讲用火星文吼做媒将也这个铺文吼。今日咱节目特别来推测正确使用台语文这个运动啦吼。首先要来讲到这张图是红狗倒位去，红狗日本去啦。咱讲到迄当阵吼，迄时阵这个日本吼，伫咧武汉肺炎病毒嘛，伫日本安尼传开啦。迄当阵嘛，抢出着吼，传出着这个抢买这个卫生纸也好啊，这个消息啦吼。咱们看到讲阿萨希电视台这个主播主持的这个中岛新闻哦 ，Wild Scramble 吼，对着苏贞昌吼，哇，伊感觉咱这个大图啊铺文吼，介趣味啦吼。伊讲吼，咱讲真正用笑诼语言来回应这个谣言吼，宣导着正确的这个资讯，介绍讲台湾安怎面对疫情吼，啊嘛呼吁民众莫囤货啦吼，啊嘛来判断讲不实的这个谣言，但是问题来啊，院长，你的尻川真正写唔对去啦吼，这个尻川安怎读台语嘛是这个卡神吼，所以咱要教讲到底正确的使用台文字安怎来写啦吼，咱看到吼真正这个卡吼是安怎写。称咧是安尼写啦吼，所以真侪这个台语的这个使用真正拢无唔对去啦吼。另外，咱嘛讲到吼，正确的这个使用台文字，咱头拄嘛一直讲到，政府你着真正莫歹带头啦吼。所以讲正确来使用台文字，咱嘛讲吼，自你我开始做起。这边先来邀请三位来宾，第一位咱们邀请台语文工作者周永成。大家好，我是英成。第二位，咱们邀请政不动东山处理委员会社群编辑刘如芬。大家好。第三，咱们邀请到师大台湾系教授刘成贤。大家食饱未？首先咱们来看到讲吼，真正这个火星文安尼咧写，其实吼，咱讲吼过去真侪例啦吼，什么昏头卖乱蛋啦吼，用这个昏，就是咱的这个编辑的这个昏啦吼，所以这安尼写，有当时也是感觉真笑亏，真好笑，但是那是政府你安尼写一点啊拢无好笑啦吼。有人讲这是火星文，咱讲英生兄甲讲是这个花星文吼，到底什么是花星文？我讲这个花青文吼，当然一般咱以前都讲这个用华语来欧北到台语来写，这是讲花青文。但是我调讲讲花青文，这种较趣味啊，就是讲我调讲强调讲这是用华语哈。啊，但是咱怎要调讲强调，这就表示讲其实咱唔是讲你只要写甲教育部无共款，拢甲你考试吼，甲你讲是花青文啊，就歹吼。即码这个咱社会。特别的环境，就是因为拢是华语嘛，哈，因为大家拢种用华语，用华语来思考另外一个语言，这个时阵就变做利用华语的音来，借迄华语的音来斗台语，啊，但是真侪情形之下，伊的音嘛唔对，吼，伊的迄个意思嘛唔对，吼，安尼读起来就是完全无意思，所以这种情形是。咱特别爱注意、爱避免的，所以叫做花青文这个定义是甲其他另外进行分开安尼。是啦吼，所以这个花青文到底会出什么问题？尤其是政府咧做，更加出现什么问题？先做回来看。出兵册 IG 等等的网络社群网站，已经是政府机关对社会沟通的重要平台。台语嘛，定互经营的小编用来究近甲民众的距离。毋过，足侪官方媒种也拢是用华语音来到台语音，写出无正确的台文。这种写法，互人叫做火星文，嘛有专家甲号做花星文。其实这火星文，我即马真是怎我甲创作一个新词，叫做花星文啦吼。火个改做华语的华，花青文是安尼吼，这毋是要调工要考试尔，这是为着要定义讲咱真正要安怎区别这种现象吼。就是讲我感觉上害的情形就是讲这种用华语的音来斗吼，伊毋是用台语的思考，用华语的音来斗，而且是迄个伊嘛知影迄个字毋是迄个意思吼，但是伊就是认为讲这个是会当凊彩写黑白写，伊嘛知影是黑白写吼。所以这种就是特别需要提出来讨论的是这种吼。师大台语文学系的系主任柯慧如认为，大部分的人写火星文可能拢毋是故意，毋过台湾话的正确书写方式应该受到尊重。因为咱在台湾就算我会晓讲台湾话吼，大部分的人毋捌学过台湾话的书写嘛，啊，但是大家拢会晓写华语。
大家拢会晓看汉字，吼。啊，所以其实真侪人看到汉字，就直接就想到华语的读音，因根本就无思考着讲，其实台湾话嘛是有用汉字啊，啊你共一个汉字台湾话读着无共音吗？所以我讲的就是讲，咱咧网站看到，咧网络看到迄寡华语的台湾话的迄个青文吼，有的人伊是无意识的，伊一想讲伊就是要写台湾话。啊，伊想到台湾就是即个音，即个音就是对着迄个汉字，其实是知影讲，安尼写是无好，但是伊认为讲，安尼真趣味，安尼会当造成话题吼，大家会加看一下。啊，是讲有人感觉安尼真好笑，因其实毋是讲挑工要甲即个台湾话摕来创治吼，但是应该爱互因知影讲台湾话的书写爱受到。真应该受到尊重吼。政府单位的官方媒种也出现台文火青文，互台语文的工作者尤其不满，认为代表政府带头宣示乱写台文无要紧，有政治毋写对台语文的福祉是真大的伤害。其实台语有字，而且是官方家己公布的字，吼。结果咧，遮的官方家己公布的字，你家己官方的单位，比如讲行政院、文化部，还是讲其他的部会，煞无来使用，伊就家己想、家己用。你看你苏贞昌，你用迄两字奇奇怪怪的字，人感觉好笑，笑了以后咧，无作用啊嘛。有啦，有一个作用啦，就是对台语有伤害啦。安尼这听形出来是啥物态度？就是讲，第一，你对台语无重视嘛；第二，你感觉这个物件无要紧嘛。苏贞昌迄张图，伊若是写正确的文字，你看哦，第一，大家会知影讲哦，尻川这两字正确安怎写；第二，这张图请到日本去的时阵，日本会知影讲哦，台语有台语家己的字，而且是官方公布的，正式的用字就是写做安尼。教育部2006年就公布标准的台文字甲教育字典，民间嘛一直有各种字典等等的资源会当利用。不管是一般民众，也是小编要写正确的台文字，其实无遐尼困难。大家若加接触，就会发现讲起步无遐困难吼。啊，像教育部教育部因嘛是阁有一寡就碎片的文章吼。啊，过来就是讲，即马嘛有真侪媒体开始咧做一寡即落卖种业，譬如讲华视嘛有吼，华视有出一寡，就是主要拢是咧推广迄个台语文的书写。啊，过来就是公视台语台啊，公视台语台嘛有真侪节目，伊的迄个字幕就是写台语文嘛，吼。这对本来就会晓讲、加减讲的人。吼，爱着听有，吼，啊，搁看迄寡字，其实迄足紧就学起来啊。啊，若是有人想讲，伊要较有系统性去学，吼，包括其实搁有罗马字，有一寡社区大学，吼，大家去找真侪社区大学拢有开即种台语文的迄个班，吼，互初学者去学的。大家当去找看觅啊，迄寡伫个社区大学开即寡课的老师，因真侪拢是足资深的迄个台语老师。记者综合报道。所以咱看到了吼，政府安尼歹带头对台语的福祉，真正吼是无帮站的吼。咱嘛看到讲，政府吼有咧想要用安尼吼，但是敢安尼最近真红啦，真夯啦吼。但是咱看真正都毋是安尼写吼，正确的写法是安怎？咱嘛写互大家看吼，敢是这个勇敢的敢吼。另外咧，安要安怎写吼？是这个安吼。呢，就是华语的这个呢啦吼，所以正确是安尼写啦吼。咱继续要来请教咱的这个政府东山处理委员会这个编辑啦吼。咱讲到，伫咧政府单位，虽然讲到真济吼，这个部分啦吼，有人就是歹模样、歹习惯吼，但是有人嘛是要真遵循啦吼，袂晓写就去查这个资源吼。你是安怎做的？因为我一开始咧写网络顶管的文的时阵，我嘛是用小等一下。下骹就是有一寡朋友会甲阮提醒讲，这毋是安尼写。修蛋一下，你是修是华语的修正的修。修理的迄个修。哈。啊，蛋是蛋是的迄个蛋。哦。对，修蛋一下。嘿，啊，大家就甲伊提醒讲，这爱改啊，这毋是安尼写。啊，所以本来因为阮伫学校其实无学过嘛，所以一开始嘛毋知影讲，像我会晓讲台语啊，啊，毋过我袂晓写，我嘛是经。迄音较上紧的来写安尼，紧迄音较歪啦吼。对。啊，毋过即摆已经知影讲啊，有迄
白话语啊，有迄标准的字通啊写的时阵，阮就会家己去查，想讲。因为即马大家较注意讲爱正确使用，所以大家互相提醒讲，阮遮的编辑买家己讲啊，你若是要写一篇的时阵，譬如讲你若要写唔通，是啊，人都会写讲母亲的母嘛，啊汤的汤，嘿，啉汤的汤，但是就唔是安尼写，母亲的汤唔是安尼写，是唔汤啦吼。对，所以咱讲无妄再举，这个有啦吼。对，是。所以阮就会家己互相提醒讲啊，你这爱家己去查一下，无阮就会打教育部的迄字典，叫朋友安尼。所以咱看到吼，真正的有迄即个歹串头的、歹模样的，但是嘛有人正确要使用即个大文字吼。啊，但是有的是有意识，但是即个资源袂晓找，也是讲伊真正要去写，但是伊写唔对去。即有当时啊，咱嘛吼，莫想过头严格啦吼。亲像即个吼，咱讲是即个 TCPB 啦吼，就是讲即个咱讲的警政署啦吼。伊讲即个假称字吼，意思就是讲。伊若是讲你就是家己有即个吼称啦吼，也是讲你想要请人，就是食即个称字，就是讲要家己写啦吼，还是讲吼拄到即个乌社会，请人食称字，等下安怎写吼？警察就会请你坐吼，即个食免钱饭吼嘛，毋是吃牢饭的意思，食免钱饭安尼讲起来，台语较顺啦吼，所以咱讲到的，继续要请教老师的，就是讲即个食吼，其实是第8条的字，有的人吼，伊已经想要用到。即款的文字去书写，而且伊个有即个带落的即个标音也好啦吼，等等，这可能是伊有即个意识，但是写唔对的时阵，咱有安怎建议互伊无？我感觉其实就亲像拄则编辑分享的，就是即马有即种大家拢想要写，啊毋知安怎写。一开始的源头应该是讲，因为咱拢无学过啦吼，啊包括小学有即个台语课程啊，是讲即马政府开始上即个台文的标准化，这拢是无20当的代志。是。所以我感觉一开始要写唔对，是讲一开始毋知有正确字相写，这其实拢是有原因的。但是咱爱退一步，等来问一个动机，讲啊，即马咱知影有通晓找正确的写法的时阵，咱敢有迄个动机去找来写。包括咱写唔对，别人讲好心讲，你写唔对的时阵，咱敢会感觉讲，我要较改好了。咱用其他语言来做比较好啊。是。英语、法语、日语，今仔日咱若是用伊来做一寡美术编辑，也是操作一寡效果的时阵，咱写唔对的时阵，若是有法语人、日语人、英语人来讲，你这写唔对哦，咱是起步不甲讲，你讲啥？我要安尼写，你管我？你是啥物语言纠察队哦？咱敢袂安尼讲？啊，是安怎今仔日台语这个情形时阵，咱煞感觉讲，你讲啥？台语哪有啥物好要求的，对无？所以感觉这是背后一个心态啦。一开始免咧怪咱，但是尾啊，当你知影有这个正确物件，咱使用的时候，你的心态敢有改变 ？OK， 这个心态上吼，这个部分吼，咱等下好好来讨论吼。尤其是这个有人讲咱是这个台语纠察队这个部分，真正咱都爱好好来。这个背会也好啦，是讲吼，真正咱爱好好来解说，咱是要好好来推广这个部分吼。所以有人吼已经开始要有这个意识啊，但是写唔对的时阵，咱会当用什么口气来甲讲？吼，亲像讲吼，真正你写唔对，亲像这个部分吼，这张图就是去互咱这个公司台语台吼，这个网络的编辑，甲讲有正确的字是安尼写哦，所以你会当安怎去改？结果伊嘛真正听到即个咱公司台语台的意见啦吼，所以咱嘛看到讲伊买手做另外一张图，叫做即个乌狗偷食，白狗坐坐啦吼，伊就讲啥？咱讲吼，即个互去互冤枉啊，是吼真正毋是我啦，去互冤枉的时阵，到底吼安怎样来去背回？另外吼，伊才有一个例句啦，讲台中市犯罪率是即个6都上界低，所以有人叫做是称字之都啦吼。其实遮吼，如果是犯着头拄仔咱讲的迄个错误啦吼，你嘛用着即个称字的即个时阵，伊本地应该是读即个庆记啦吼，庆记之都啦吼。实在是乌狗偷食，白狗坐坐。但是咱嘛看到讲，伊受到咱即个公司台语来加即个好言相劝以后，伊家己有做出即款的真正较正确的即个部分的时阵，咱就应该互伊肯定啊吧吼。其实像拄仔迄个例吼，食称字这3个字吼，伊个写法，咱会当分这无共赞处来讲。比如讲迄个食，其实像主持人讲，伊有迄个意思想要写好对吼，但是就是因为即马教育部用字是用迄个，咱即马看到即个写吼，迄华语的实哈。但是伊用迄个叫做俗字啦，吼，就是其实以前登记以来，真侪人要写台湾话时阵会用迄个写吼，所以那这。古来大家嘛是知影啦，吼。是。
啊，但是迄个后壁迄庆字迄两字吼，庆记吼，迄个完全无可能。完全是华语的音。对，重点是写的人，伊家己嘛知影迄无可能。伊咧写迄个假的时阵，伊阁是可能想要写对，但是伊咧写庆记的时阵是绝对是认为迄就是趣味尔。所以这刚才这三字都有两种心态。是。哦，所以咱即马真正爱讨论是，这无共啊，就是伊即马若是挑工去用迄个后壁迄种写法的时阵，就是要结五人尔嘛。OK。所以这就爱来分分清楚啦吼。所以就是咱头讲的，这几个字，咱讲吼，食庆字，食本地就有这个俗字的这个用法。本地咱看足侪讲过什么食几碗，迄个食就是这个吼，咱讲这个价这个部分吼。啊，庆字咧写的都毋是这个庆啦吼，也是讲这个记的这个部分。正确的这个使用台文字是安尼写啦吼。所以咱继续要来请教这个咱的这个编辑吼。所以你若是讲头拄先，你已经开始知影这个资源好使用啊，但是你拄着搁较袂晓的时阵，除了伫这个找资源当中，你会使搁去应用着找着搁较这个实际这个老师，通好问无？一般我是会去查一个网络或者爱台语。哦。嘿，啊，毋过伊定歹，所以阮咧查的时阵会有一寡问题。啊，毋过因为阮这编辑咧做图拢爱足紧的，所以有的时阵就真正查无的时阵，就会放弃的，无爱用台语安尼，直接跟换一个。哇，所以这嘛是一个咱讲台文书写一个困难点啦吼，就是要找这个老师，无可能若是真正无资源的时阵，找无的时阵，就可能转用华语去啊吼，这嘛是一个欠点。所以咱咧推销的时阵，有当时嘛拄着真侪这个骹步上这个问题啦吼。另外咱嘛要讲着吼，这个台文这个推广的时阵，有人就讲，哎，我过去我就看这个华语字，我就想讲台语就好啊，我啥啊爱认捌这个台文字咧。所以真侪人吼有这种这个想法啦吼。咱么看到讲吼，亲像这个过去韩国字的这个看手啦吼，李嘉芬伊安尼讲吼，我就是出去讲台语啊，啥个学台语，这是吼应该是讲这个母语伫处理学这个大背景啦吼。所以即阵咱嘛甲讲吼，这个学校会晓教台文袂晓写，语言就会流失去啦吼。咱讲吼，真正这个青梅牛的一代佫加一代吼，尤其台语的青梅牛佫遐尔济。另外咱嘛看到讲这个李光旭这个基金会吼执行长陈鸿辉老师啦吼，伊嘛讲到过去国民党的这个国语政策，就是会当了解啦吼。自学校教育禁毒了后，这个台湾话这个部分吼，也是讲本土语言，咱都已经失去认同啊。尤其会正做是这个实名统治者，真好控制这个人民的这部分吼。咱先来请教咱的老教授啦吼。其实咱看到过去这个讨论嘛真济啊。母语伫学校放伫咧处理学就好，但是咱母语早就已经断根去啊吼，尤其这个断根，佫是你过去这个国语政策咱讲嘛讲到吼，这个过去这个时代人这辈，因早都袂晓讲台语啊，你是安怎佫叫伊等去处理学，这是啥物意思的？呀，我好给大家一个数字吼，就是迄个台文系吼，一个学术生叫吴定武，伊的学术论文就是特别去调查讲七年级这代吼，因伫咧语言使用这个方面吼。敢有可能台语搁伫咧处理教吼？我有一个数字吼，就是七年级的父母查甫的，要伫咧处理对家己的时势讲台语的10%。10%。查某的做人老母的吼，对时势讲台语的2%。所以大家感觉台语等于处理感觉学会着。我感觉应该是伫过去这个长期的华语政策下，台语已经无可能一个家庭内底继续做传承啊，所以这是安怎政府必须要透过政策甲学校介入，我想是看会到。是，所以教授头拄仔讲的这个数字真正足残忍的吼，10%你讲这个7年级吼，差不多是我一个人吼，7年6班的啦吼，7年6班呢，即阵会晓讲台语的剩10%，这个查某的部分剩2%啦吼，这真正是非常的恐怖，尤其吼，这代吼，阮这下开始有咧生拖囡仔的这个部分啊吼，伊买手伊就是不晓教，你学校佫无爱去学，所以台语真正死了去啊吼。咱头拄仔嘛讲到吼，真济这部分，有人讲吼，语言你就晓讲就好啊，为什么我都要认捌这个台文字？咱看到其实佫有反对者吼，这个黄春明作家伊嘛讲吼，为着本土化，闽南语就真做是台湾话吼，也无提出着标准的音甲字。但是咱讲到这个教育部2006年就这个标准字啊，咱继续请教尹先生啦吼，你安怎看伊这种讲法咧？当然就像即摆讲的嘛，其实早就有字啊，即摆就是大家你有想要认真去学迄个字无？其实若讲起来，迄罗马字嘛是真简单，3工就会学会好势，紧的3工啦，慢的嘛可能一礼拜嘛。是。
迄罗马个汉字其实嘛真简单，因为教育部这个一定要推广一下，教育部这个书店你会当用华语去查，你华语想要讲啥，你就华语拍入吼，安尼台语就出来。其实这真简单，真利便啦吼。所以你你就袂去想讲啊华语会晓讲就好，那就有字，对无？是安那台语就是会晓讲就好，免有字咧。是，有人嘛是吼，坚持讲写作，伊就是要用华语写，虽然伊或者是这个乡土派这个作家啦吼，但是都是有人安尼坚持。但是真正你若是要做这个主流的这个台语文的这个使用者，咱都有吼，这个现拄已经有这个物件，这个资源通好去用啊，咱都好好来去使用吼。另外这个回应就是讲吼，成功大学这个中文系这退休教授，伊讲吼，台语有无共款的这个腔口，亲像讲吼是鹿港人啊吼，但是我写台语文大家拢看有啦，会当验证啦，可能嘛是较好的一个这个回应伫咧吼。另外，咱嘛要带来看吼，另外一张图啦吼，这张图是要讲吼台文是啥物啦吼，咱等下一定要好好请教咱的老教授啦，这是伊的这个专业。咱嘛看到讲吼台文是书写台语的这个文字吼，分作是汉字，也就是讲有罗马字啦吼。咱看到字语嘛是有这种状况，有这个汉字嘛有这个卡纳这部分啦吼，所以这个部分咱就好好来小解讲。譬如讲，这个雨伞的这个伞吼，这个日语安怎念？卡萨吼，这个就是伊的这个卡纳啦吼。另外，这个华语安怎读？伞，三声伞啦吼。另外，这个台文字是雨伞的伞，雨伞的伞是第3条啊，是第2条吼。咱等下好好来讨论吼，应该是第3条啦吼，雨伞的伞。另外，罗马字，这个台文罗马字吼，上早就是讲传教士的这个创立。1885年出版的这个台湾教会公报吼，是台湾第一份这个新闻媒体啦吼，就是用罗马字来去书写。教报2006年吼嘛公布，咱头拄已经讲过吼，有这个台湾闽南语罗马字拼音的这个方案吼嘛，结合讲历史真悠久的这个白话字，甲国际标音 IPA 作为这个系统啦吼。另外，其实过去嘛有人咧设这个托鲁巴这个部分啦吼，但是即阵已经较少人咧用。目前就是咱讲台文罗马字是这个官方标准的这个部分啦吼。咱继续先来请教这个教授。其实咱迄当阵讲台语文的这个部分啊，关于这个文字，大家有真侪种讲法，但是即阵已经有一套是教育部做一个标准化这个动作。有人讲过去吼，亲像讲互人吼，咱就是写互这华语的给予的予。互人安怎，互人安怎，但是有人写安尼啦，红啦吼，这嘛是有无共款的这个看法，但是即阵咱已经有一套这个标准化的过程，尤其伫咧吼国校的这个学生，因当咧认捌台文字，这就非常重要吧。嘿，就是我感觉，不管是倒一个语言，你要做出版，你要做推广，你要做教育。必然伫拢需要一个标准化过程。我相信你若是捌拄过外国来台湾，因想要学台语的人吼，因过去定拄着一个困扰，就是讲啊，恁遐一套，我要学倒一套。你一开始就互人即个动作，咱是要哪学会落？对，我感觉，所以虽然讲标准化，有时候你感觉讲啊，真阿爸，你标准化，你厝的字，也是讲你的罗马字系统，咁就是上好，咁就是正确。我感觉迄种是另外一个考虑啊。今仔日标准化就是有时阵啊，必须要做一寡推测吼，必须要做一寡推敲，还是国不中的，因为后壁更较重要的目的。是有影啦吼，所以咱看到即阵已经有标准化的字，咱就使用标准化的这个书写方式啦吼。咱嘛讲到吼，这个学校的这个部分，咱先请教编辑啦吼。你讲你过去毋捌学过这个台语啊，是讲台文这个书写啦吼。咱嘛看到讲即阵吼，囡仔人有咧推测这个部分，你大概是落伫虾米款的这个年岁啦吼，还是讲这个几年几班呢？啊，迄当阵有虾米资源，还是讲你因为你过去就是住这个高雄凤山这个所在嘛吼。过去遐使用台语真济，但是台文真少。你的这个伫学校受到的这个语言，还是讲母语的这个部分，有受到虾米教育无？我是80年厝的，所以伫咧细汉的时阵，我第一届上学校的时阵，等于我是讲，因为我伫厝里是讲台语，嘿，啊等于我咧甲阮爸母讲啊，学校的同学拢叫我莫讲台语，因为因听无，安尼嘿，所以迄时阵就是嘛是有安尼问题。迄个是嘿，虽然讲南部台讲台语讲较济啊，毋过伫学校的时阵，老师嘛是拢是。煞讲你毋免讲台语，你讲中文安尼嘿较济，所以迄时阵讲去学校的时阵的，袂用台语咧讲话。所以
更加无咱所讲的这个母语的这个教学嘛吼。所以咱看到即阵咱咧讲吼，自这个2001年开始啊吼，这个国考啊一年啊吼，都必须你去选台语也好啊，客语也好啊，原住民族语言吼，这三项互你去选啊吼。啊有的这个家庭吼，亲像咱的这个下主人啊吼，伊就是要互伊这个腔口吼保。下主人这个查某囝吼，要保存伊的这个腔口，所以伊互伊选这个客语啦吼。有人嘛是真侪人安尼选择，亲像咱过去吼，咱的这个节目的这个来宾吼，这个 Jerry 老师杰吼，伊嘛是这个台语的使用者，啊，伊本地嘛是客人，所以佫回过头来去互这个囡仔去选客语吼，所以会当去选择。但是咱讲一礼拜一节课，敢真正有够咧啦吼，所以咱讲吼，这个。等下，这个问题好啊讨论。所以咱看到1995年以后出世的这台湾囡仔开始伫学校学台文吼，但是这个台文课真正一礼拜一节完全无够啦吼。咱嘛讲到吼，现主时你国考啊吼，一礼拜爱一节，还是讲隔周2节啦吼。啊，国中选修还是讲学校自由来开设吼，国高中咧是校定的课程吼，学校开放自由来开设啦吼。咱继续来请教影响兄啦吼，咱讲到的这个部分。伫咧时数无够的时阵，国校啊1年啊，还是讲甲6年啊，因这个母语的课程可能就是唱歌唱过，啊台文字可能捌几字，尾手拢嘛是搁写去华语字去，安尼推测到网站。其实吼，我感觉这个物件爱看迄个老师的教授的实行，其实真正差真侪。因为我虽然我无咧教册啦，但是我捌做过这种采访啦吼。就是讲有的就真正像你讲的，真正像你讲的，就是放歌哈，啊歌听了几学期根本就袂晓讲，啊有的老师是真认真，吼，真正佫会教罗马字，所以要去你就感觉讲，共迄言毕业的，其实那有的人会，有的就较会晓，有的就完全袂晓。啊，我相信这几年来应该是有渐渐咧改进啦，吼，就是这个师资嘛有改进啦，吼。啊，即摆是一个社会风气，若会当佫吹杀起来，即个学校内底教的物件，迄个效果吼，才真正会落实。有影啦吼，所以咱嘛看到讲，即个正确使用台文字吼，真正虽然咱有即个课本，但是嘛是关乎到咱讲伫咧第一现场，即个教师安怎去教啦吼。咱嘛看到真侪人除了即个学校咧教，其实真侪即个影青、明青吼，伊嘛开始咧使用即个台文字啊吼。咱嘛看到讲，过去即个空啦吼，伊嘛开始要读剧本的时阵，伊嘛有即个台语文的即个剧本吼。另外就是咱家己嘛有即个咱的即个逐讲一句，亲像友人啊吼，伊嘛是去推测咱的即个台文字的即个使用。但是咱要搁回过头来讲，就是讲吼，即个国考啊，即个部分啊吼，真正若是真正即个一礼拜一节有困难的话，佫法度用什么方式来改变？亲像即个时代，则都有另外一站的思考。咱继续请教教授。我相信讲问到讲，这个一礼拜一节到底有够无够啦？我感觉上主要的问题是伫咧讲，语言的学习，语言的学习，你要对一个语言学习上重要应该是时间啦，吼。时间。咱若是讲，甲台语当做一个科目，一礼拜教一节，就准老师足认真教，啊下课了后，大家就搁转去华语的世界。是。所以一礼拜这个几啊百点钟，吼，1点钟学台语。啊，甚至教学的时阵，佫是华语，我相信这当然是无够，所以我感觉咱需要思考的是讲，爱安怎甲台语，互所有人甲摕倒转来使用，毋是讲互伊变做一个学习的工具啦。就亲像咱自细汉到大汉学英语嘛是学介久，咱无得用英语的人，英语无可能伫咧这个社会定根啦。所以我感觉政府若是进一步要做的时阵，除了考虑到讲学校课程增加以外，其实有足侪方式会当互台语转去家庭、转去社会，包括伫咧学校部分吼，我拄则讲，就是咱咧讨论上讲到吼，是毋是有可能用台语来做教学语言？是安怎什么科目拢要用华语教？即马真侪大学在吹煞讲英语教学啊，对无？我家己嘛有开一门课是英语教学，教外国人听国际性的台语课。咱会当用英语教课，咱是安怎袂当用台语也是其他本土语言来教课吼？伫无共款的知识时阵，去用迄个语言，无得较囡仔伫吸收这个语言的过程变得较紧啦吼。另外包括讲要安怎互台语对学校探出去学校外口，等于家庭，等于社会，包括讲，敢有可能伫咧升学的这个制度当中加分，
吼。是。我无需要互伊变做一个考试的科目嘛，然后机考啊是啥物，迄无需要加入去。但是，若是学生有法度考过本土语言，某一个认证的阶层，比如讲考过中高级。是，我互你先考的时阵，加什么款的优待？我相信家长甲学生的意愿都会提升。是啦，公务员啊，其他的人，你讲你考过认证的什么款的阶级加薪水？安尼我相信，做侪人就开始讲，我为着这个薪水，为着升学，迄个动机就会加强。是啦吼，这可能比加时间对。有影啦吼，所以咱嘛讲着吼，这个台语文的这个书写吼，真正。唔能啊，干那书写尔吼，尤其是咱讲吼，书写是这个小学3年啊才开始这个读写这个部分吼，但是有人嘛是讲吼，台语无文字的这个错误印象还阁真深吼，但是即阵都已经有字伫遐啦吼，所以真侪方式来去学，但是有一件代志就是非常的这个重要吼，就是咱头拄仔讲到用台湾话来去教册吼，教无共款的这个科目，真侪人啊，真侪老师啦，伫咧国中的时阵就是用台语。咧教这个数学也好啊，教历史也好，这个学生囡仔目睭就会天开吼，哇，真正真认真就去上课啦吼，这嘛是一种方式，就亲像这个老教授头拄来讲吼。不过咱个回过头吼，遮所出来这个问题吼，可能有当时啊，佫有人咧讲吼，到底是安怎台语，抑佫是维持着这个教育部闽南语，有人听了做这个真无好听啦吼。但是有人讲吼，这就是歧视这个使用者，但是咱这个影响乡有无共款的这个看法啦吼。就是讲台语甲闽南语，当然有这个伊过去的这个历史背景吼，但是即阵教育部的坚持是啥物？其实吼，因过去迄个国民党甲调讲甲台语叫做闽南语吼，这是为着迄个大中国的思想嘛。伊惊讲你台湾哪会使甲迄个中国的关系哪会安尼切断嘛吼，所以明明这就是台湾上普遍的本土语言，大家拢讲台语吼，但系嘛，你嘛会叫这个语言叫做台语，像伊调讲改这闽南语吼，就是这个原因。我相信这过去这大家拢知吼，但是即马已经毋是这个情形吼，即马是安怎一直维持这个照国民党以前的这个称呼，其实已经毋是大中国为着这个思想是迄个族群的敏感嘛，因为有的别族群的讲，是安怎敢若恁叫做台语，阮都是啊，我的客语都毋是台语，是啊，我的这个原住民族语都毋是台语，但是这个迄当阵东方有讲一种较这个新调的这个讲法，就是讲咱是这个台湾台语，因是这个台湾客语，还是讲台湾原住民族语，安尼会使用敢会当咧？这咱即摆若要讨论这语言名称的问题吼，其实真会当讲真长啦。当然我是主张台语啦，就是咱就台语就台语吼。但是即摆拄到这个敏感的问题，是变做完全无法度震动啊嘛。因为你惊人抗议，你全违背迄个常识吼，所以我无认为即摆称闽南语是歧视啦，其实我认为毋是歧视的问题，是迄个大中国的问题。但是即摆为了政治敏感，结果说真矛盾，说变做甲以前国民党即摆是本土政权，说变做国民党的做法共款，你无法度去改，所以这其实爱解决一寡，这可能今日无法度讲较济，就是爱解决一寡政治态度的问题。OK， 有影啦。为着这遮尔敏感是，所以这个正名也是有可能吼，就是讲看咱的这个政府也是讲哦，真侪这个台语使用者安怎来搁去做伙来推扫吼。另外咱嘛讲到吼，真正有心的人也搁真侪吼，但是咱嘛是爱有淡薄仔吼，这个有心以外吼，也是讲你要求别人的时阵，有当时啊口气爱较好的吼，尤其吼真侪人拢叫咱这个台语的纠察队。有影这个纠察队吼，过去就是吼，你互记点也好啦，你做歹代志也好，去互这个教官罚徛，是讲去互记过等等的。所以这个纠察队，咱真正毋是这个初衷嘛，毋是这个本意吼，先做来看。网络是开放世界，若发文写的代志，甚至用字无正确，定定会有人留言批评。批评的人嘛有可能因为态度伤歹，甚至嘛讲毋对，无就是对方袂堪咧人纠正，两边都会冤起来。纠正人无写正确台文字的人，互人骂是台文纠察队，就是一个例。写台文迄青文，也是讲去纠正人，搁去互。颠倒去用讲人是纠察队这种代志吼，其实我感觉有小可是一种华语讲的弱相残呐，吼，就是因为过去咱拢无注意一寡本土语言，
就是讲政府明明家己都有即个立场，吼已经咧做啊，安尼伊都无应该家己拍家己啊。伫个即个政府的文宣，就应该爱用正确的，就是讲咱即马教育部所有的正字，就是讲教育部认定的即个台湾话的写法。会发生这款状况，专家认为政府的角色非常重要。可能对大部分的这个民众来讲，因为因过去无上过台语课，所以因可能无这方面的知识甲观念。无要紧啊，但是咱政府这个时阵是毋是就应该爱用耐心，爱用你的知识，爱用体制，豆豆啊来教育民众，甲民众沟通，互民众知影讲哦，其实原来吼台语文毋是咱过去想的安尼，就是讲好笑尔尔吼，伊其实有正式的文字、正式的课程，啊嘛原来有这个正式的考试。小编嘛爱看重家己的角色，互人批评了，安怎接受是进步的过程。你做一个编辑，你编这个官方的编辑，其实是最重要的一个任务呢。哦，你袂当安尼看轻家己的即个咧做的这件代志，明明就是毋是安尼写，你就硬要安尼，啊，搁敢甲人，就是互人讲搁袂爽啊，吼啊！但是我感觉这是一个过程来。其实，并且小编对社会认捌台文的作用非常重要，尤其是政府单位负责发文的人，随时爱有受教的心态，甲查正确写法的能力。我其实想要针对这个编的吼，互因一个上紧的意见，因为因可能嘛，我无了解啦，可能因原来是公关公司咧处理这个代志嘛吼，因嘛无可能讲为着接这个案，个人搁去对头开始学台语吼。无要紧啊，其实即马世界台语老师遐尼济，恁公司每一个节目嘛，共款拢有台语顾问，伊只要去找一个吼，值得信任的台语顾问，吼啊，伊文案出来了，互伊看一个，互伊选一个，这真正是10秒钟的代志嘛，对无？准讲你无这个预算，无要紧啊，你敲电话去教育部，教育部有专门咧管这个物件的单位，中心教育司第4科。你直接敲电话去教育部，吼讲，阮是行政院的编的，阮即马做一个文案，内底有一个台语，替我看一下。共款嘛，1分钟的代志就会当解决啦。吼，所以这真正是要做毋做尔，完全无任何的困难。记者综合报道。是啦，要继续来请教咱的编的啦吼，这个如婚啦吼，若是拄着咱写毋对的时阵，啊，有人好心来建议。但是好心有真侪种好心的这个方式吼，有当时也是伊足急的，但是口气无介好，啊，都去用讲是这个纠察队啊，你会安怎甲看咧？其实真正大部分的拢是纠察队，拢是纠察队，真正态度拢毋是做好啦，啊，毋过嘛是会当理解啊，就是讲，因为这语言台已经做。已经强要消失去啊！啊，大家已经想要甲伊保存啊！啊，阮做政府的宣传的时阵，佮甲写毋对的，安尼其实影响足大的。其实阮家己咧做咧做美种业的时阵，阮一定爱确定讲阮的资料是正确的嘛，所以一定会查。譬如讲，阮若要写啥物数据的时阵，一定会查。但是，所以这其实阮嘛是讲会家己小可提醒讲啊。若是要写着台语的时阵，一定爱是写一个正确的安尼。有影啦吼，所以头拄仔你讲的这个可能有较无好的这个感受，真正有当时啊，甲你回一下说的吼，有当时啊台语人会较急，但是伊绝对无迄个心意啦吼。咱先吼，咱搁先请教这个影声兄啦吼，就是咱头拄看到这个纠察队，有人讲吼，这就是咱过去吼，亲像这个向语言屠杀啦吼，这嘛是你甲你讲过吼，语言屠杀过啊，但是咱即马颠倒咧替这个吼帮站的人咧讲话啦吼。其实吼，这嘛分几来展出来，像拄仔我讲迄字，佫有无共款的心态。其实这嘛是啦，就是咱一般人吼，咧网络顶头咧开讲啊吼，这应该是要求就较无需要遐尼悬啊。但是咱即马是针对政府吼，政府的编的吼，政府就真正需要甲抓好较严的吼，啊，而且迄个甚至无一定是政府啦，比如讲大公司啊，有社会影响力的资源较侪吼，所以即种咱若徛在即个台语人的立场，会感觉即种咱较需要去改正因的观念吼，甲因的实践吼。所以嘛毋好认为讲啊，是安那我即马咱就写一个啥物种袂使，其实我以我咧网络顶头看嘛，无遮尔严重，就是讲
大家对进户吼要求较悬啦，但是袂讲凊彩是你几个兵咧拉赛嘛，甲你一直甲你抓，一直甲你抓安尼啦吼，袂安尼啦。我看是无安尼啦吼，啊，即个态度的问题，其实我就认为这是一个过程啦。你若唔捌，大家一直讨论，就你渐渐就会捌。问题是你知影有这个代志了后，你安怎去看待？你要改无？你若认为这个物件是嘛是对的，你就袂怪人迄个态度安怎啊？因为你讲问题是伊的态度，伊的态度好，你就要学，就表示讲你根本你认为迄是对的啊。你这是你以后会晓无的问题，你嘛会当甲人见30档啊，拢卖改啊，还是你要开用3工学起来啊？这是你的选择。是，所以我认为重要是你要学起来无啦。OK， 就是咱头拄嘛是针对着讲吼，这个政府的这个编的啦吼，因真正咧写文章的时阵，也是咧铺文的时阵，真正爱非常的这个细致啊，但是拄着真正的咱讲。较已经唔对的时阵，吼，拄着人的这个批评，咱嘛会当有心理吼来去准备来去改啦吼，咱继续搁申请到这个教授啦吼，拄着吼，亲像咱讲这个编的可能会拄着这个问题啦吼，咱的这个台语人还搁有啥物方式会当吼，甲因建议，但是是用较这个好奇的这个方式无？其实我感觉讲纠察队吼，我感觉可能无一定是讲是所有的台湾纠察队较歹啦。就是政府本身，不管是公务员啊、官员，因生性都是较搞红骂嘛。你敢无注意？之前迄个蔡总统去拜访迄阿管的时阵，伊嘛甲讲啊，我拢知影你咧骂我，啊，毋过我知影做总统就是要骂。啊，变咧敢毋是嘛安尼？但就感觉讲你就是政府，你就是对啊，我就是批评啊、指教啦。所以大家若是用这种心态的时阵，凡事都袂感觉讲，是安怎我伫红骂，因为讲到头，饭碗本来就歹拍。我感觉心态上的，还等于我一开始拄则讲的啦吼，就是今仔日若是换一个语言，你的看法敢会共款？今仔日你用中文做一个文宣，人甲你讲你这字写毋对，还是你内底有英语，人来讲这个拼字毋对，你敢会去共呛讲你华文纠察队，还是你英语纠察队？假使你袂安尼时阵，像那台语的种情形，我感觉这咱咧思考啦。当然我刚讲过讲，咱无应该完全怪，因为政府自来就是这个台湾的教育就是无嘛，所以咱变说讲即马，你要写正确的台湾的时阵，你要查有主管，但是确实无像英语、华语较方便。啊，但是既然有主管的时候，我想身为一个政府的这个实际上的这个政府的这个政策是讲文编的执行者的时候，确实要有自觉，因为这是你的责任。有影啦吼，所以真侪这个政府的虽然从这个纠正也好，但是咱看这个拢是为着这个政府好啦吼。但是咱们过去嘛讲着吼，国家语言法已经通过啊吼，所以除了吼公司台语台咧做以外，这个其他的政府单位嘛，就要落实着咱讲的这个国家语言发展法啦吼。所以真正嘛是望讲所有的这团队做伙来推动着咱这个台语文的这书写好，唔那是讲尔写嘛是非常的重要吼。所以你若是唔知影倒位资源，咱都要了解讲资源拢伫遮啦吼。咱看到就是讲教育部这台湾闽南语商用书店吼，其实咱个吼，因为这个版面的这个摆的这个部分吼，伊则个吼，你会当拍字入去，你会当拍华语，你会当拍这个台语的这个拼音，你会当吼对应的这个华语啥专门的这个吼使用是啥，拢有3种分类来通好去拍啦吼。其实内底吼，佫有这个司令也好啊吼，也是做开的物件好，也是讲身体部位安怎去讲的，这拢是内底收到真济，咱讲有13000多条的这个资料啦吼。其实你若是感觉吼，有当时较歹用。即阵教育部佫有另外一个叫做教育云华语讲的教育云这个教育云内底，共款内底有这个咱讲教育部这个国语的书店小书店修订版本的这个书店，另外伊嘛甲这个台语的闽南语的这个商用书店甲放入去吼。所以你若拍华语入去，你就当收查着哇，伊这个国语的华语的这个例啦吼，也是讲句安怎去使用。台语的例甲句共款嘛，当去做查询，然后另外这都是真正更较好用吼，小介互这个观众朋友来去参考吼。你若是有手机拍烂的时阵，这句话你袂晓讲，你华语也拍入去，伊会当甲你讲这句话
台语安怎读是咱这个王秀荣老师来去读的啦吼。另外咱嘛讲到吼，伊内底佫会使互你帮你若是会晓念台语的吼，譬如讲你念讲台湾新眼界，伊就会当拍台湾新眼界这个台路的这个飘音互你看啦吼。所以真正是透过科技吼，这个机器人吼，用到语音合成的这个部分啦吼，互你花台去做对照，佫会当互你吼台路的这个平面拢。教真济啊吼，另外佫有真济，咱讲伫这个线下的这个部分啦吼，咱看到这个社区大学的这个课程也好啦吼，自国的这个社区大学拢有开这个台语文的这个课程吼，嘛会当系统性的来去学台文的这个书写。另外吼，咱嘛讲到有这个基金会这个部分，理工局基金会啦吼，所以伊呢设一寡这个台语文的这个读写班也好，透过这个18个这个课程，18礼拜吼课程的这个学习啦吼，做台文的书写吼，咱等下。这个理工局文教基金会的时阵，咱会使继续去请教老教授啦吼。啊，首先咱嘛要来请教这个营声兄啦吼。咱看到这侪个资源吼，有当时也是科技的利便，有当时也是政府单位，但是有当时咱讲就是民间的力量更加较强哦。对啊，其实即摆咱即摆列出来这算少数啦，其实就侪啦吼。甚至你只要去 Google 一下吼，台语吼，还是台语学习、台语书店啥，拢足侪吼。所以，我感觉这已经愈来愈唔是一个问题啦，就是你爱，我感觉上主要吼，就是有心无吼，对，你有决心无？是，啊，过来都要讲到互人纠正吼，我感觉最大一个问题就是民主啦。OK， 啊，迄个台语就，其实我感觉这个心态是讲，台语你有感觉重要，但是你互人纠正足无民主，所以你是其实是也是有一寡程度的认同啦，所以即摆有遮尔侪资源吼，你就去试看卖吼，实行才是真的啦。是，民主啦吼，你会考虑到民主的问题无？其实嘛是拢足感谢大家帮阮写健康的物件，无阮嘛是毋知啊。所以有当时啊，嘛免为着顾民主啦吼，真正唔对就唔对去，咱就去改就对啦吼。有影，咱嘛讲到吼，头拄这个理工局文教基金会吼，有这个读册会啦吼，过去咱讲老教授嘛伫遮做代志啦吼，遮佫有啥物资源无？哦，遮资源真济啦吼，这个基金会虽然伊基金真正是可能全台湾无遮少的，是，但是伊做的代志可能比真侪基金规模较大，规模足较大吼。伊包括这些出版品咯吼，敢若出版品的部分，我相信你若打电话去，就是会当找到这些不管是教材、出版品，拢会当对遐找到吼。啊，包括甚至这个莫讲啥，敢若伊会定期出版的台文通信网报吼。因为这已经几啊十档啊，所以你敢若讲你要看过去这几啊十档，这物件你都看袂了啊。包括刚讲到迄个台语版的部分，你甚至会当问伊讲，我无住伫台北啊，我附近敢有啥物所在吼有开台语版，因甚至会当替你联络。啊，包括拄则讲到暗时的这个读册会啦，拄仔讲咧，因先兄啊，还有这个如芬讲到讲民主的问题，像我过去去这个拜的读册会时阵，我嘛定互纠正啊，嘿，啊，毋过我拢是真感谢，愿意纠正我的人，因为咱人拢是安尼，拢总是有不足，毋捌的所在啊。我相信因先兄拄仔讲无毋对，有时阵啊，真正是咱心内感觉讲，哦，台语最重要，我嘛是一个台语人，所以别人。纠正我台语，我感觉无爽快，是因为我感觉迄个足深层的感情，敢若受到侮辱。但是我感觉其实毋免安尼，我感觉你甚至会当翻头想讲，我要安怎互我台语更较好？我毋若当讲甲更较好，我甚至让写读更较好。啊，你这个心态正面的时阵，其实别人的纠正是互你进步的力量。有影啦吼，这个写读真重要吼，啊有别人的这个建议吼，有别人的这个纠正，真正是。伫咧错误中学习，互你这个成长搁较济啦吼。但是咱嘛讲到吼，即阵吼台语吼，也是讲台文的这个书写，拄到虾米款的这个大问题，也是讲规个整体台语的学习，也搁有虾米会当搁去进一步的啦吼。咱有经历到吼真济困境啊，差不多5点吼。第一个过去嘛是有即款的例啦吼，就是讲这个戏剧内底演学道也好啦吼，也是讲吼较。基层的这个角色，通常拢是用台语的这个使用来连接啦吼，和主流社会吼打这个票啊啦吼。咱第一点先来请教英生兄啦吼，咱看到这个部分，虽然已经有公视台语台，但是普遍主流的吼，咱看到的戏剧也是有这个情形。是啊，真济啊，像其实有真济，咱一般吼，毋是真正家层在咧讲台语吼，实际上咱一般产业。
迄个工商业界，抑阁是袂少，但是。那伫迄戏剧内底做出来都毋是安尼，吼，甚至伊即摆要征求一个演员的时阵，伊我看过迄种广告啊，就是要征求什么演员，什么演员，演迄个记者，演迄什么，迄个白领阶级的吼，都毋免台语，就拢讲华语啦吼。要较基层的，都迄个要求台语。我感觉这嘛是真迄个，就是一般迄 stereotype， 就是所以，但是我相信这个物件，大家即摆较有地角啊，吼，看会改进无？但即摆颠倒问题是讲啊，你要来演这个人，即少年辈，伊敢会晓用台语，或是用台文书写无啦吼？无一定爱书写，我是讲来演的时阵吼，你敢找到这有够的演员会晓讲，这个是另外一个困境。就是这个量有济也无济，有够也无够看有法度。有影好，你刚才有这个花絮也好，公司台语台吼，因为这个戏剧的这个需求吼，过去咱嘛有讨论过，因为这个戏剧会当互因有法度支撑，然后有法度继续这个过巴肚以后吼，真正因就会受到这个部分。就是讲你有钱通好赚啊，我就要来使用这个部分，这嘛是有一种这个选择的这个部分啊。但是咱佫讲回头啦吼，就是讲台语过去已经吼切断啊，还是讲挂喙齿挂较久啊吼，已经毋是大家日常生活的语言吼。过去一个死的这个语言要安怎救起来？尤其吼都会地区啦吼，真少使用台语交流，啊，颠倒是庄脚啊，是南部啊，较老辈吼，才有较侪人的这个使用，但是。我要佫讲到另外一个心态吼，我是自南投起来这读册啦吼，有诶自南投起来，因为来台北食头路，伊颠倒会惊讲我使用台语是见效的吼，这款心态，啊，咱看到是高雄红山应该是无这个问题吧？还是讲你嘛是拄着？其实吼，你头拄有讲到，伫咧学校内底，同学拢讲华语，啊，有当时你讲台语的时阵会去互笑，啊，你起来台北做工课，有拄着安尼情形无？我拄则讲的是细汉时阵伫咧高雄嘛，啊，毋过即马伫咧台北，阮即马较少年辈，即马拄着的佫是讲啊，你别讲台语，啊，你一定台北囡仔，你一定啊，恁这别讲台语，啊，你听无啦。所以即阵有较恢复啊吼。即马是你也要讲台语，你等于比人佫较会晓佫一个语言。有影吼，这是一种咱讲能力上的这部分，但是真正迄自心内底无爱讲台语吼，要来做拍拼，感觉台语见效。这个心态是啥物？我感觉这个心态应该是过去长期以来教育甲媒体搭伫咱身上，讲台语就是较无水准。是。我用一个方式来鼓励大家好啊。这个其实过去以来，这个语言学家对这个语言的使用一直有一个研究，就是讲。早期的人感觉讲，你也要讲做一个语言，你就是逐项拢学袂好，是一种欠点。但是较尾期了后，语言学家竟然发现讲，双语人甲多语人，伊的脑的部分发展较好哦。这所谓双语人的意思是讲，一个日常生活内底，两种语的言拢讲了就练当，而且定定只讲。一个语言讲的，等于对着另外一人讲一个语言哦。这款人伊啥物能力特别好？第一个管理能力特别好，伊在面对冲突的时阵，处理冲突的能力特别好。伊在计划能力特别好。我讲的这拢毋是我家己黑白讲的，足侪文献，足侪人去做研究啦。所以今仔日虽然讲台语可能咱心内拢有一种伊敢若较无水准的标签，但是你明明知影，迄是有心的人安尼侮辱你。你规气甲拆掉，你即马想讲，我即马要做一个更较巧的人。是。我要推展我脑的能力，安尼我的生活当中应该定伫咧两种语言之间切换。迄个语言有的人有可能是英语，但是我相信对大家电视头前大家来讲，迄较有可能应该是华语甲台语啊。甚至其他语我不管客语也是关注民语我鼓励大家互大家有机会变做一个更较巧、更较有能力的人对双语做起。为双语做起啦有诶已经惯用华语的嘛无要紧台语好好来使用。有诶人嘛莫讲一直坚持一定要强迫这人讲台语也是安怎尾手咱嘛国去用讲是咱讲台语的这另外一种方式的人啦所以咱嘛唔当去强迫人安怎要去思考，还是讲安怎使用这个语言但是咱嘛鼓励用鼓励方式啦另外就是讲真正拄着咱讲语言是一个活的这个物件一直有不断的物件来去做产生啦这嘛是咱过去有开过会就是讲外国地名这个地方名人名新思维无统一的这个标准需要成立台语委员会。但是咱看影响应该有无共款的意见你这问我。
即马有迄个咱知影迄个时代甲教育部有咧合作，要做即个外国人名、地名即种吼翻译啦。但是我可能是少数的意见啦。我以前写世界的拢是用基本上啦，原则上用英语啦。地方名，比如讲咱讲New York 都改写 New York 还是念 New York 就好安尼。对啦，就是大概安尼。我认为安尼较好势。是，但是需要一个台语的这个委员会无？譬如讲吼，新的这个思虑也好，还是讲真正这个较创新的物件，入来甲台湾，还是思想的物件，还是讲这个科技的物件，这个时阵敢着爱这个台语委员会，还是一定爱？我认为若要统一吼，是看迄种你比如讲雅俗啦，吼，这毋是干那迄个音，这是有一个物件，这毋是人名地名啦，吼，像这种的可能爱有一个制定啦，但是你若完全就是照音咧翻呢，吼，你叫伊人名地名，这种我是感觉就唔原则上就是原音去呈现就好啦，吼。我是感觉安尼，但是这我无代表性。OK， 今日非常感谢台来宾做伙为台语来付出吼，感谢大家，嘛感谢乡亲好朋友出发，咱后回再会，拜拜。